老化啊，所以开始拿中药。所以还是有想。我想啊，可他不想说，应该找别人帮忙。对啊，说小孩都大的都快4岁了，大的快4岁，你是跟别人生的谁？大的快5岁了，好不好？大的快5岁，有小的都快4岁了，对啊。生第3胎刚刚好啊。也不要了啦，不想要再经历那种换尿布、夜奶，然后那个过程他又要挤奶，太痛苦了。夫妻有旗舰哦，怎么办？是他吗？我原来都习惯呢。这样2个就够了，2个就够了。对啊，小叶为什么不会觉得说2个就很好？对啊，而且你那么喜欢拍戏的，明年开始拍戏了吧？啊。我就是拍完戏再来生啊。那差更多，不要啦，真的不要。太累了，老公叫你去赚钱的啦。是都忘记每次为了小孩这个卤那个卤，然后会生病或什么崩溃。我就想说那些片段，他没有忘记，就忘在经历。对，我每天都在抱怨啊，养别人就好了。你在养谁的？看有没有演艺圈一些不想要养小孩的，我们来养好了。没有，我还是觉得要生3个。哦。明年我就让他走不出房门。研究。老公坚持要生3个的原因是什么？这样投票才有个结果。哎，对，有人说这样家里才有个平衡。对呀，而且你生3个，你第3个你根本不用自己顾了，因为老大跟老二现在在学校，就是在被教导说要怎么样去照顾小朋友。然后当时候老大跟老二去保姆家的时候，也是因为我侄子跟侄女才满大概4岁多，他们也是这样子，每天帮小大跟珊妮，就是每天送东西，比如说奶粉没有了，尿布没有，他们会去寄，保姆有训练，所以我觉得这样蛮好的。所以你不介意老化这件事情？谁不会老？你可以跟帮他讲说，帮我药加重一点嘛，让我活化。化一点。对。医生有说大概什么时候会有成效吗？没有，他说就是先排毒。他说我那个喝酒喝太多，有太多的肝毒。认真吗？对，认真。喝完之后，现在目前就觉得有办法可以睡，像我这2天都睡得非常好，晚上10点睡到早上7点。对，就除了被我儿子女儿踢醒之外，我没有自己醒来过。那你需要戒酒吗？我千交代万叮咛，不能戒酒这件事情。喝比较少啦。不是说吃中药要戒酒？没有，他有规定我，比如说1天就是60ml这样子。所以我现在就是很少量。对。阿娃，我吗？民事没上台，我没上。我被征召，不好意思。还没绑完了吗？我绑完了吗 ？OK 吗？我想重点讲完了，就是他老化这件事，不用再回来了。李毅呢？李毅刚访过了，好，过了。辛苦了。所以你刚是当。